好不好？一起唱。那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可不可以放轻轻下下就好？可不可以不要让别人知道？他会经过你的家里，跟往上一步，你的爱人让我心脏在砰砰跳，好像美丽的山下，高贵的蓝白拖，还有你在嘴角心的名灯上。我想问你家，我想问你，可不可以？是你们唱的。不小心经过你家里，没有晒衣服，你老公还没有回来，我心脏在砰砰跳，感觉可以发生什么？最好再说。可是得到最后倒下的都是我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你猜可不可以？给自己热情的掌声啊！对，小朋友都在旁边来跟上。哎，不要离开我的这了啊！来，一起唱。今天没有带拉线，没关系。所以记了，OK了。太好了，你太好了，我不再等你的消失，我只想问你这一句，大声唱啊！可不可以？漂亮，漂亮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